改善雀斑需要注意以下幾點：外出時盡量戴帽、單遮同埋戴防曬口罩，避免上晝10點至下晝4點陽光直射，減少皮膚直接接觸紫外線。每日使用含有 UVA、UVB、SPF 30以上嘅防曬霜。出門前15分鐘擦面部、頸部、手背容易暴露嘅部位。戶外或者出汗多2至3個鐘要補一次。如果游水後就需要即刻補，可以通過皮秒嫩膚特定嘅波長作用於黑色素，擊碎黑色素，同時改善色素唔均勻，適合淺表層分散嘅雀斑。如果用532-755精準用於雀斑中嘅黑色素，將其分解為小分子後俾皮膚代謝，適合顏色較深、邊界清晰嘅雀斑。治療後可能出現輕微嘅紅腫，1個星期左右結焦會脫落，需要避免去拗嗰個結焦位，防止留疤，避免捱夜。多食維他命 C 嘅食物，譬如橙啦、士多啤梨、西蘭花，可以抑制黑色素生成，但係就唔可以替代防曬同埋針對性治療。